我进去，我女朋友还在里面。生日当晚，我深爱的她和她的白月光，因为酒店着火一起被消防员救了出来。陈秘书，你可算来了，小姐就交给你了。我是苏青言的贴身男秘书，也是他随叫随到、见不得光的替身，但他从不知道，我偷偷喜欢了他整整10年。泽川，不要走。苏总，别喝了，我送您回家。泽川，你没有出过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昨晚的事是个意外。我知道你是清北难得的高材生，留在苏氏好好干，会有你想要的回报。从今天起，除了秘书工作，生活上你也要随叫随到，做林泽川的影子，做好你该做的事，苏氏不会亏待你。我不要钱，但我可以答应你。那时的我以为，只要我倾尽所有，总有一天能捂热你的心，能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泽川，火好大，幸好你没事。是你，给我出去！泽川，你醒了吗？我马上去看你。这场荒唐的替身游戏，这10年卑微的暗恋，是时候该结束了。我该离开了。陈月啊，你可是公司的元老，公司能有今天，有一半的业务是你熬夜加班透支身体熬出来的，你怎么能说走就走？李总，不用说了，1个月后我就会彻底离开。苏总签字时根本没细看，等他回过神肯定会后悔的。要不你再去找他好好聊聊？不用了，这件事也请你先为我保密。苏总，关于工作交接的事，工作上的事回公司再说。你先上楼待着，晚点我有话跟你说。记住，千万不要出来。泽川，你来了。我特意让人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松鼠桂鱼，尝尝看，味道对不对？不错。青言，楼上好像有声音，还有人吗？没什么，一个随叫随到的生活私人助理罢了。泽川，失而复得，就是你给我最好的情人节礼物。
这本写满我10年痴梦的日记，在黑暗里藏了整整5年。我曾无数次想递给你，可你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头。这一切他都不需要了。原来世界上所有事都可以努力，只有爱情不可以。陈宇，泽川他刚回国，住酒店不太方便，你……苏总，这段时间打扰了，我刚好在外面找了个出租屋，今晚就搬过去。我开车送你。哦，这是泽川送的。青言，生日快乐！这个挂件你不是很喜欢吗？还有这个手镯，是我妈临终前留下的。陈宇，你觉得我的身份带这些地摊货合适吗？林泽川随手送的石头，他做成钥匙扣，天天看着。我花费3年工资买的礼物和家传手镯，他却不屑一顾。原来不是礼物不行，是送的人不对。你应该很幸福吧？我这一场荒唐的执念，该收回了。一直看着我干嘛？是不是在为公司季度业绩开心？这件事你确实出力最大，你放心，下个月就给你涨薪。你包里那是什么？离职申请？谁的离职申请？青言，青言，我刚回国，对江城的人脉和环境都不太熟悉，怕以后工作上帮不上你的忙。陈宇，你回去加个班，做一份江城的关系报告，明天一早发给泽川，帮他尽快熟悉环境。苏总，到了。陈宇，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过是我的一个秘书，让你做点事儿委屈你了吗？认清自己的身份。我只是一个秘书吗？你走什么？把话说清楚！今天不是你生日吗？送给你。这些全都是他毫不在意、随手打发的施舍，我却当做宝贝一样精心收藏了这么多年。不要因为你跟泽川长得有几分相似就心存幻想，我们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根本没有可能。别走好不好？这5年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掏给你了，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除了对我好有什么用？没钱没出息，你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一事无成的温柔。陈宇，你的底层算法逻辑和天赋，在这个行业是100年难遇的天才。全球顶尖的商用 AI 天启底层架构项目，一直缺一个总设计师。只要你点头，民用部分的专利全归你。你就是腾飞科技集团的首席科学家兼接班人。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刚开了公司，正是困难的时候，我想去帮助他。为了爱情，我放弃了功成名就的机会，可到头来，我的温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文不值的笑话。我决定正式加入天启计划。太好了，
陈宇，但按照行业顶级保密协议，在天启机构正式发布前的这1个月内，你必须切断一切对外联络，闭关攻坚。作为代价，发布之日，你将正式出任腾飞集团董事长。我明白了，1个月后见。往后，我会把自己还给自己，也把你还归人海。陈秘书，苏总都迟到1个半小时了，前排那几位从海外飞过来的 VIP 客户已经问了5次了，再不开场，咱们公司今年的跨境贸易就全毁了。你先过去安抚客户，就说苏总在处理紧急公务，我去找苏总了。哎，你们看那个刚来的林少，是不是和陈秘书有点像啊？别说，还真是。苏总，请你马上跟我过去。青言，是不是我非要让你陪我去买这家咖啡，耽误了你的正事？你看，陈秘书都生我的气了。这不关你的事，公司的事，我说了算。陈宇，既然泽川不喜欢别人拿你和他比较，你以后就少出现在他面前。苏总，发布会已经延迟了1个半小时，不能再耽误了。苏总，不好了！前排的张总直接摔了杯子，说咱们不尊重他，现在带头要撤销所有的订单。青言，要不我去替你道个歉吧？虽然我跟他不熟，但怎么能看着你为难？不行，你从小娇生惯养，怎么受得了这种委屈？陈宇，你去。好，发布会是苏氏今年最重要的跨境项目，身为专属秘书，我完成最后一次善后。青言，陈秘书好像真的生我们的气了。张总，非常抱歉，请您。苏青言就拿你这么个小秘书来敷衍我，老子要的是苏氏跨境供应链的最终特许权，不是来看你鞠躬的。这合同不签也罢。所有的责罚我一并承担，只要您能消气。陈秘书，这些客户都是你熬了多少个通宵，陪着喝了多少场才谈下来的，就因为苏总为了陪那个林少买杯咖啡，你的全部心血就这么白费了。失去了就失去了吧，反正以后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泽川，是不是刚才会场吹了点冷风，偏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青言，还是你最心疼我。我按的力道还可以吗？青言，我熬了2个通宵了，头疼的厉害，能不能先休息半小时？有病就去找医生，跟我说有什么用？方案改不完，今晚别想睡。原来他不是不会心疼人，只是从来都不会心疼我。泽川，10年前那场大地震，你要不是为了护着我，也不会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中脑袋，落下这折磨人的病。你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我怎么能不心疼你？10年前地震，当年救了青言的，难道不是我吗？陈宇，你马上准备车，陪我和泽川去检查下个月户外活动的场地。苏总，这天气实在太热了，工人们受不了，都不愿意干活了。照这样下去，场地搭建的进度肯定完不成啊！完不成？这可是公司下个月最重要的活动，延误了进度，你们负得起责吗？青言，既然人手不够，不如让陈秘书去帮忙吧。这，林少爷，现在外面42度啊，陈秘书受不住的。既然苏总也同意，陈秘书，那就辛苦你去帮把手吧。好。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你以为你陪在青言身边10年就能取代我吗？别做梦了，焰火永远是焰火。就算你装得再像，在青言眼里，你也不过是个随时可以丢弃的摆设，一文不值。哎呦，我的胃好痛！泽川，你怎么了？青言，陈秘书他明知道我有严重的胃病，沾不得一点酒，还非往我的杯子里倒冰啤酒逼我喝，我不肯喝，他就用杯子砸我。你心思怎么这么歹毒？泽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你竟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害他！我没倒酒，杯子是他自己砸的。够了！你还想狡辩？难道泽川会刻意诬陷你吗？你太让我失望了。从今天起，扣除你全年的奖金，我警告你，再有下次，你直接离职走人。泽川，你忍忍，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哎呦，陈秘书，你别剪了，快包扎一下吧。
你本来就有偏头痛的老毛病，今天又是暴晒，又是受了伤，这下别又严重了啊！青岩，我的胃好疼。泽川，我这就带你去医院。我是个大老粗都看不下去了。陈秘书这么优秀的男人在眼前，苏总视而不见，反倒把一个公子哥当成宝。衣服送来了。你的头还疼吗？苏总，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行了，白天的事儿就算了。我知道你心里受了委屈，这样吧，等下个月忙完，我抽空陪你去看场电影。青岩，你来了吗？公司临时有事儿，电影我看不了了，你自己回去吧。泽川，你难得回国，陪我一起看场电影。不用了，苏总时间宝贵。行了，就这么定了。还有，泽川的生日宴，我打算交给你来办。苏总，其实我马上就……青岩，我的新衣服在哪儿？就当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此后我们再不相欠。苏总对林少真是用情至深啊！林少出国这些年，苏总硬是守身如玉，连个绯闻都没有。今天这排场，也就林少配得上了。林少也厉害，听说刚一回国就受聘参加了腾飞集团联合顶级科研院所主导的天启细化，那可是只有国内最顶尖的算法大拿才能参与的保密项目啊！大家过誉了，我资历尚浅。目前只是作为天启计划的外围人员，帮忙做点边缘的数据测试，可称不上什么大拿。泽川，你就别谦虚了。就算是天启计划的外围人员，那也是必须要在国际名校拿到优秀博士学位的顶尖人才，才能被破格录取的。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外面跟我保持2米的距离。要是被人拍到我和你这个小秘书走在一起，我怎么解释？整整10年，我把所有的青春和真心都给了他，可我们之间居然连一张可以见光的合照都没有。原来再多的陪伴也终究捂不热一个人的真心。陈专家，专车已经抵达门外，专程前来接你前往天启计划启动仪式。知道了，我马上出来。哎呀，刚才下车的时候没注意，鞋面上沾了点泥灰，真影响心情。喂，你赶紧拿块布过来，给林少把鞋擦干净。李总，算了算了，陈宇不仅是青岩的秘书，读书时候还是他资助的，他出身不好，难免自尊心强。我这鞋擦擦就行了，别难为他。资助的，那不就是靠着苏总的关系才能进公司？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呢，在这摆什么架子？就是，青岩赏你一口饭吃，让你给林少擦个鞋，怎么了？白眼狼一个，真是不知好歹。我能有今天的工作，靠的是我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我并不欠任何人什么。哟，还嘴硬上了，没有青岩，你能有今天？陈秘书，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对我有成见，今天是我生日，你不想擦就算了，别扫了大家的兴。陈宇，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工地让你干活的事儿怀恨在心？所以今天故意在这儿摆脸色给泽川看？我没有，没有就给泽川道歉。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离开这里。天启计划启动仪式快开始了，绝对不能耽搁。苏青岩，这最后一点屈辱，就当是我还了这10年的痴梦。好了好了，咱们别愣着了，今天是林少的好日子，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我也敬林少一杯。真是不好意思各位，我这肠胃一直在吃药，实在碰不得酒。泽川，你身体不好，千万别勉强。陈云，你过来替泽川敬大家一杯，今天泽川的酒你全包了。苏总，
你知道我对酒精严重过敏，喝多了会休克。陈宇，你能不能别总是找借口？让你喝个酒而已，至于这么推三阻四吗？好，我喝。苏总，这是您吩咐我给林少准备的生日礼物。泽川，打开看看，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天哪，这是那款全球限量只有10只的星空之恋顶级高定表吧？苏总对林少真是用心。青言，这表怎么有点不对劲？这表盘的刻度和重量好像是个赝品。什么？不可能，真的是假的，这根本不是我买的那块。青言，你别着急，我记得这个装手表的礼盒好像一直都只有陈秘书一个人接触过吧？苏总，这手表不是我换的，我拿过来的时候并没有打开过盒子。不是你干的，陈秘书，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场还有其他人会偷换这块表了？今天能站在这里为我庆生的宾客，哪一个不是出身名门，身价千万？难道他们会贪图一块手表，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吗？好了，泽川，今天是你生日，别为了这点小事败了兴致。可能只是哪里弄错了，我明天再让人去查查。青言，这怎么能是小事呢？我早就觉得陈秘书看我不顺眼了。他平时对我冷言冷语也就罢了，今天可是我的生日，难道陈秘书是因为记恨你对我太关心，所以才故意拿个假货羞辱我，想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出丑吗？林少说的对，有些人啊，就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就算长得有几分像林少，骨子里还是个手脚不干净的穷酸货。赝品就是赝品，跟林少简直云泥之别，也不掂量掂量自己配不配吃醋。苏总，我跟了您5年，难道连你也觉得我会偷东西？青言，既然你这么护着你的好秘书，那我看我们以后也没有再见面的必要了。泽川，你别生气，我没有护着他，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保安，给我搜他的身，查清真相。陈秘书，我原本以为你只是靠青言接近，没想到连品行也这么低劣。苏总，监控拍得很清楚，是林少指使他手下的人偷偷换的。我说，你说什么？青言，你别听他胡说。我那是给侄子准备的玩具礼物盒，随手放在旁边，不小心拿错了。这事是我疏忽，要不我还是跟程宇道个歉吧。没必要小题大做，又不是故意的。泽川，你别往心里去，一点小事而已，他一个秘书不会介意的。有病就去找医生，别耽误工作。泽川，10年暗恋，5年陪伴，原来在你的天平上，我受的屈辱，竟连他的一次谎言都不如。苏青言，从今往后，你我两清。陈云，你站住！你什么态度？青言，由他去。这种跟班，在外面待不了一宿，迟早会狼狈不堪的回来求你。好，有本事你就永远别回来，我倒要看看离了苏家，你拿什么立足？陈专家，我们来接你了。什么？专家？天启计划总部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咱们江城什么时候出了个姓陈的大专家？是不是搞错了？这里没有什么陈专家。请问你们要接的那位陈专家是谁？项目内部保密，无可奉告。陈专家已在门外等候。等等，你们找的人是不是叫陈玉？青言，你疯了！外面下着大雨，你追那个丧家犬干什么？只要你放开，我有种预感，
才那些人找的就是程宇。得了吧，程宇什么底细你还不清楚？一个出身贫寒连西装都买不起的穷鬼，还专家？他要是专家，我就是诺贝尔奖得主。你忘了5年前他怎么进的公司？那时候他落魄的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你心软收留他，他现在指不定在哪儿要饭呢。就是啊，青言，多半是弄错了吧？不是这样的，他没有走后门。校长，我刚创业，公司急需一位能扛大旗的人才，你有推荐的人选吗？青言，我把程宇交给你，他的天资是我从教50年来难得一见的，甚至惊动了业界。只要有他在，你的公司必能更上一层楼。但你要记住，陈宇这孩子至情至性，一旦心死转身，就再也不会回头。陈宇呐，你总算愿意出山了。为了等你这个领头人，我们这帮老骨头可是把脖子都等酸了。吴老，那是吴老，连老爷子想见一面都要提前半年预约的顶级聚落，为什么会亲自为陈云开车门？青言，外面雨这么大，你肯定是看错了。陈秘书那种身份，怎么可能认识吴老这种级别的人物？就是啊，青言，程宇绝不可能是那位陈专家，他离了你根本一无是处，说不定过不了几天就得低三下四回来求你原谅。说得对，是我多心了。他除了给我当秘书，还能有什么出息？我们进去，继续给泽川庆祝。各位同仁，今天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天启项目的总工程师，全球顶尖人工智能专家陈玉。接下来，天启计划核心开发项目由他全权负责。陈专家，吴老可是向我们夸了您整整5年啊！是啊，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这个主心骨给等到了。感谢诸位同仁的信任。天启计划关乎未来10年 AI 技术的全球行业话语权，我必将全力以赴。我们来看第一组底层架构数据。陈宇啊，这几天的动员大会办得圆满成功，你的能力比5年前还要妖孽。吴老谬赞了。天启项目即将进入核心封闭上线阶段，一旦正式启动，为了项目的绝对安全与保密，你将全面切断过去所有的世俗联系，入驻腾飞集团研发总部。启动前，还有没有什么亲友需要告知一声的？不用了，父母那边早就知道了，他们很支持我。至于其他人，没有再值得我牵挂的了。喂，陈秘书，我接手你的项目后，眼瞅只差苏总签字就能完工了，可他一定要你亲自出面才肯签，还放了狠话，你要不露面，整个项目组的人都要被开除了。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要正式进入腾飞总部，封闭上线了。把文件准备好，我今天最后去他别墅一次，把字签了，顺便把我的私人物品彻底带走。陈宇，你还知道出现？我给你打了99通电话，你为什么不接？白天不去公司，晚上不回别墅，你凭空消失了整整1周，到底在闹什么脾气？这段时间在忙，苏总，请签字。苏总既然已经让心心念念的林泽川搬进了别墅，又何必再找我这个无关紧要的人？程宇，你心思怎么这么龌龊？我跟泽川是清清白白的，你少在这血口喷人。那沙发上的男士领带，难不成是别人落下的？这只是昨天泽川不小心弄脏了领带，你不要想多了。程宇，泽川刚回国，心思敏感，我怕他受委屈，也害怕再度失去他。你一直都很懂事，不要在这个时候惹我不痛快，好吗？只要你听话，
今晚我就陪你去你最爱的那家粤菜馆。苏总记错了，那家粤菜馆是林泽川喜欢的，不是我。我这个普通人高攀不起您这2位贵人。我只是太忙了，一时记错了。你如果想吃别的，我们现在就可以。不必了，苏总，签字吧。青岩，我的领带好像落在沙发上了。哎呀，原来陈秘书也在啊。抱歉，我昨晚陪青岩对海外方案熬得太晚，就在客房借宿了一宿，刚洗漱完，我还以为没外人呢。对了，青岩，书房有份海外发来的文件。陈宇，你留下来陪泽川品酒吧。泽川胃不好，你照顾好他。陈秘书，看看这满墙的藏酒，我不过是随口说了几句江城的酒难喝，青岩就眼都不眨的斥资1000万，专门为我打造了这个酒窖。如果不是你这张脸和我有几分相似，青岩这种眼界极高的人，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如今我这个真品回来了，你马上就会被彻底抛弃。我要是你，就识趣点，早点走，免得像垃圾一样被扫出门，连最后的体面都保不住。你以为我还在乎你？这位置我早就逆反，大可让给你。装什么清高？写这么多酸掉牙的废话，甘愿做个卑微的跟班，做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替身。整整暗恋了10年，却始终是个不敢坦白的废物。这本日记怎么会在你的手里？看到了吗？这就是你真挚的10年，在青岩眼里，不过是随手可丢的垃圾，是我顺势捡回来看个乐子。陈宇，你一个永远只配活在别人影子里的人，凭什么和我抢苏青岩？凭什么？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清楚，青岩对我的偏爱，是你这种假货一辈子都求不来的。陈秘书，你别这样！泽川，泽川，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里？青岩，我没事，你别怪陈秘书，我不小心弄坏了他的本子，他生气推我也是应该的。陈宇，你是不是疯了？不过就是一个破本子，也值得你小题大做。你竟敢对泽川动手！破本子，那是我的真心。苏青岩，我跟在你身边10年，为你挡酒，为你拼命，我的真心不比任何人的低贱。泽川从小娇生惯养，除了10年前那场地震，为了救我落下严重的头疼病之外，这辈子从未受过半点委屈。你凭什么敢推他？你说什么？10年前地震救你，是他？苏青岩，10年前在废墟里把你挖出来，把唯一的求生机会留给你的人根本不是青岩。我的头好疼。青岩，陈秘书写的日记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他就是个无关紧要的秘书。泽川，你不要多想，走，我马上带你去医院。陈云，你也跟上，一同去医院处理一下。青岩，伤口好疼啊，我会不会留疤呀？我是不是太娇气了？怎么会？你从小就怕疼，又是为了救我落下的病根。听话，忍一忍，马上就到医院了。是啊，这伤口你要是再不去医院，恐怕都要自己愈合了。
闭嘴！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皮糙肉厚？你这种没有同理心的人，根本不配在这里说话。泽川，你醒醒！你别吓我！快，这个伤者失血严重，必须立刻优先抢救。先安置泽川，其他人都不重要。女士，那位先生出血很严重，情况危急，不能拖延处理。我说了，先救泽川，你们快救他呀！他不能有事。是的，马上转移。陈秘书，你可算醒了！你出了这么大的车祸，苏总却天天只守在林少床边。你陪他创业拼命了整整5年，到头来在他眼里连个普通员工都不如，我看着都替你心寒。算了，这种冷血老板多待1秒都是作践自己。凭你的本事，离了苏氏去哪儿不是各家大厂抢着要？咱们跟他彻底断了，迟早让他后悔死。唉，天涯何处无芳草嘛。陈秘书，等你伤好了，我帮你介绍真正懂得疼人的好姑娘，保准让你忘了那个没良心的。李正，你是太闲了吗？公司请你来是让你当红娘的。醒了就好，医生说你要静养，我会让财务给你走病假调休流程，这段时间你就别操心公司的事了。调休？苏总，陈秘书今天可是1个月离职期满的最后一天，他连离职流程都……苏总，这是急需处理的项目文件，麻烦您签字。泽川，我在。好，我马上过去接你。苏总看着很凶，但实际肯定非常喜欢你。你说苏总喜欢我？我一直觉得苏总对你情深意重，他特意托人脉给你安排资深主治医生，还动用层级关系帮你申请优先手术名额。你昏迷那几天，他也会抽空过来探望，明明就是默默在意你。跟我来，我带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喜欢。看到了吗？这才叫珍惜，这才叫偏爱。这位林先生只是轻微磕碰而已，苏总直接给他安排全院顶配独立 VIP 套房，还把整层疗养区都全包下来了。可不是嘛，苏总特意调集了最顶尖的专家团队，专程坐诊陪护，现在更是放下所有事务，衣食住行亲力亲为，日夜守在床边，寸步不离呢。之前咱们院那个资深的张主任，本来苏总也安排他给林先生会诊的，结果林先生嫌弃张主任名气不够大，直接就给退掉了。对，还有那个优先手术的名额，原本也是苏总专门给林先生预留的，后来医生确认林先生没事，那个名额和张主任才空了出来，这才是真爱啊！原来苏总给陈秘书安排的资深医生是林少看不上的，给陈秘书的优先手术名额也是林少剩下不要的。林少明明只是轻伤，苏总却倾尽所有资源日夜守候，而重伤濒死的你，苏总却只是敷衍的顺路抽空来看了一下。就算苏总偏心林泽川，可他对你终究还是和旁人不一样。男人如果沉溺情爱，甘愿舍弃自身前程，就等于亲手丢掉了被人珍惜的资格。一事无成的温柔，毫无底线的卑微，本就是感情里最大的落败。今天是离职交接的最后一天，我该走了。李昭，正式跟你道个别。陈秘书，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你就这么走了，甘心吗？李昭，我给你3个选择。如果你跟一个人注定没有结果，但你又特别的爱对方，你是选择要短暂的过程，还是要强求一个结果，还是转身就走？
这一次，我选择转身就走，不再回头。10年隐忍暗恋，5年毫无保留的付出，所有委屈，自此彻底画上句点。走吧，苏氏集团的陈秘书已经死在这场车祸里了。让我看看苏总这些高管又在给你发什么枯燥的汇报。泽川，是什么消息？骚扰信息罢了。你先休息，我去看看他。他今天出院，我去嘱咐医生几句。这间病房的病人呢？陈先生已经办理好出院手续，刚才离开了。陈玉最近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出院也不知报备一声。陈玉竟然整整1周没有主动给我发过消息了。陈玉，你离不开我的，等闹够了脾气，你还是会乖乖的回到我身边。回来了，累不累？王叔，王叔，陈玉呢？小姐，陈秘书不在呀。这么晚了，他跑哪儿去了？小姐，您忘了，自从上次您驾车送陈秘书去出租后，他就再也没回来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您为了林少与陈秘书发生争执那次。不过就是烧毁他一个本子而已，至于这么小题大做？跟我生这么久的气。家里日常物资为什么不及时补给？香薰、茶饮、贴身好物全都没有，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小姐，这些床头、安神香薰、养生茶食材，还有生理期暖宫用品，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陈先生默默按时添置、细心打理的。长本事了是吧？还敢拉黑！陈玉，等明天到了公司，我再找你好好算账。苏总，您快醒醒！重要合作商已经抵达公司会议室等候，原定今早的高层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您怎么还没到啊？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陈玉没有提醒我？苏总，陈秘书他昨天就已经……你立刻把陈玉喊回来安抚合作商，我马上过来。青言，你脸色不太好，是昨晚没休息好吗？我看着好心疼。泽川，抱歉，公司出了点急事，一个很重要的合作商在等我开会，下次我再陪你去逛街好吗？青言，看你这么辛苦，我真想替你分担。虽然我身体还没全好，但帮你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还是可以的。不如由我接替陈云的位置，做你的专属秘书，帮你分担。泽川，你是顶尖的科研人才，又受了伤，怎么能去公司干伺候人的活儿？而且，我已经有陈宇了。青言，难道你不知道吗？陈秘书他早就办好离职手续了呀。你说什么？离职？泽川，
别闹了，陈宇怎么可能离职？他那个人，就算天塌下来也会死死守在公司。青言，我没开玩笑，你要是不信，自己联系他求证一下就知道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好啊，还敢拉黑我！陈宇，你真是长本事了。陈宇真的离职了吗？苏总，陈秘书他确实已经离职了。离职这么大的事，人事审批为何绕过我？不经我准许就擅自通过？苏总，离职申请是您亲自签过字的，而且交接流程已经走完1个月了。陈秘书现在已经彻底离开公司了。青言，别生气了，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秘书吗？不值得你动气。你要是实在为难，大不了我亲自去向他道个歉，求他回来好不好？你道什么歉？你有什么错？是他心胸狭隘，小题大做。青言，不如我们拍张合照发出去吧。陈秘书那么喜欢你，看到后肯定会着急回来找你的。说得对，既然他想跟我玩失踪，那我就让他看清楚谁才是这里的主人。过来，陪我拍张照。闹得这么大，整个江城都知道了。陈玉，你现在一定极度的发疯了吧？快回来找我，只要你认错，我就勉强原谅你。陈玉啊，陈玉，你终于彻底离开了。从今往后，青言身边就只有我了。青言，这块牛排的肋眼部位，雪花纹理最均匀，口感最为醇香细嫩。青言，这块牛排的肋眼部位，雪花纹理最均匀，口感最为醇香细嫩。泽川，我先回公司了。青言，我陪你。李昭，把会议安排到下午。苏总，会议不用延后了，因为合作已经告吹，会议直接取消了。你们在干什么？这么重大的合作，整个团队连个客户都维护不住吗？苏总，这些重要合作一向都是陈秘书全权统筹维系的，您还下过死命令，陈秘书手里的核心客户绝对不让任何人插手。陈宇，你不仅旷工离职，还故意留这么大一个烂摊子给我。青言，你最爱喝的咖啡，别生气了，我刚才在门外都听到了。正好我在国内有些人脉，可以从中斡旋一下，帮你重新邀约合作方。泽川，谢谢你，还好有你在我身边。陈迷，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轻易原谅你。苏总架子不小啊，无缘无故放我们鸽子，今天想要重启合作，总得让我们看看诚意吧。青言，你先吃点东西垫垫，空腹喝酒更难受。这根本不能解酒，而且我这辈子最讨厌吃的就是西芹。泽川，我最近胃病犯了，实在喝不了这么多。青言，你知道的，我肠胃也不好，而且自从10年前地震为了救你受了伤，我只要一沾白酒就会引发天头洞，实在是无能为力啊。我记得这苏总身边之前有个秘书，那可真是海量啊，喝起酒一点都不含糊。我也记得有一次那小伙子硬生生喝到胃出血，当场就被送去医院急救了，听说留下了终生后遗症。现在的年轻人难得见到这么拼的。陈宇，你留下来陪泽川品酒吧。泽川胃不好，你照顾好他，别让泽川胃难受了。来，我替苏总敬大家一杯。泽川是为了救我才留下头疼这个毛病的，
不能让泽川替我受罪。陈宇，陈宇，你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才回来？陈宇，你到底在哪儿？李昭，来我办公室。不是说过以后订我平常点的那家吗？苏总，那恐怕订不到了。多少钱也行，马上给我重订。可是，您常年吃的养生羹，从来都不是外面店铺订购的，而是陈秘书每天早起亲自为您慢火熬制的。陈先生，您每天公司家里两头忙，怎么还要费这么多时间亲自下厨熬汤，还老是瞒着小姐不让她知道？外面店里用料敷衍，苏总脾胃不好。那你更应该告诉他呀。不用了，免得他有压力，只要他吃得舒服，我就满足了。陈云，我胃好痛，你回来给我做饭好不好？陈宇，你终于回来了。今天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依你。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好不好？青言，我原本想等你回来，但我实在太困了，就不小心睡着了。青言，你是在躲我？难道你爱上陈宇那个赝品了吗？怎么可能？我只爱你一个，只是最近公司事情有点多，有些累了。泽川，你别多想，今晚我先去客房睡。怎么把手机忘了？陈宇那个蠢货，被我装病抢走了救命手术名额，连那几个喝到胃出血才保住的大客户，也被我动手脚全搞黄了。苏青言马上要走投无路，到时候我稍微施点恩，整个苏氏集团就是我的囊中之物。林泽川，10年前那场地震把我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到底是谁？青言，你怎么突然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你是在怀疑我吗？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因为吃醋就故意设局陷害陈宇，说他用赝品调换我的名贵手表。我更不该在苏氏的合作上动用人脉做手脚。可我做这一切，真的只是因为我嫉妒他。我太害怕失去你了。我离开这5年，陈宇每天以替身的身份陪在你身边，甚至睡在你的床上。我回国后看到你们形影不离，我心里的防线彻底崩溃了，我才糊涂做了这些错事。青言，你今天为了陷害陈宇这点小事，竟然连当年的救命之恩都要怀疑我吗？你是不是真的对那个替身动了感情？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替身？青言，对不起，是我太患得患失了。10年前那场地震，我拼了命把你从废墟里刨出来。时隔5年久别重逢，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别人相伴，不再需要我了。泽川，你别乱想，我和陈宇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只爱你。那青言，你知道陈宇为什么突然执意离职吗？为什么？
他根本不是受了委屈，而是心怀二心，背信叛离。我还听说陈宇背地里手脚不干净，他偷偷挪用公司项目资源，还私自带走核心业务方案，摆明了就是想自己另立门户，回头跟苏氏抢生意。不可能，陈宇绝对不是那种人。他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我不信他会做出背叛我的事儿。青言，知人知面不知心，况且你心里本来装的就是我。陈宇这个替身走了反倒是好事，省得总夹在我们中间添隔阂。你现在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没有，我只是有些累了。陈宇的事，我会派人彻查真相。若传言属实，我绝不会原谅他。陈宇离职这么大的事，竟然没人告诉我，到底是谁签的字？你们流程是怎么走下来的？苏总，手续流程都是合规的，签字日期是上个月18号，而且是您本人亲笔签下的。苏总，这是陈秘书提交的。青言，惊不惊喜？我回国了。泽川，你不是说下周才回吗？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想给你个惊喜吗？走吧，我订了餐厅。苏总，这份离职申请书。我曾经还以为那天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心心念念的人终于回到身边，可现在才幡然醒悟，也是那一天我亲手放走了陈宇。李章，你告诉我，他把离职申请交给你的时候，到底怎么说的？他有没有哪怕一丝的犹豫或者不舍？没有。那他有没有提到我？有没有问起我那天为什么没在公司？陈秘书连看都没往您的办公室看一眼，他只带走了那个用了5年的旧水杯，剩下的什么都没拿。不可能，他怎么可能走得这么干脆？苏总，陈秘书离职那天，给公司几乎所有同事的微信都发了一段很长的告别消息，您难道没收到吗？李章，立刻让技术部查我这部手机，顺便调出公司系统里陈宇所有的离职记录，不管是微信残留还是公示档案，掘地3尺，我要把他的痕迹全给我找出来！快去！是。听说了吗？陈秘书离职好像是回老家结婚相亲去了。陈哥一走，咱们项目部和技术部天都塌了。以前不管出多大的漏子，客户怎么刁难，只要陈哥往那儿一站，雷厉风行的全盘统筹，就没他摆不平的事儿。谁说不是呢？陈秘书长得又帅，脾气又温柔，工作能力还那么强。要不是他以前总开玩笑说自己早就心有所属了，公司女同胞早排队追他了。可惜了，这么好的男人。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苏总，我问你，是谁告诉你陈宇离职是回乡结婚的？他跟谁相亲？给我说清楚。苏总，不是造谣，这是陈秘书走的那天亲口说的。说实话，我其实挺替陈哥不值的。还有情人节也是，别人都成双成对，就他一个人守着放在工位的玫瑰花，安安静静坐着，看着特别孤单。他这人就是太深情太仗义了，在苏氏拼了命干了这么多年，连轴转喝到胃出血，摆明了是爱错了人，被彻底伤透了心。回老家也好，像他这种稳重靠谱、有能力又温柔的男人，本来就值得被更好的女人真心对待。都别胡乱私下议论了。以陈宇的性子，绝不会这么轻易开始新的感情，他早晚还会重新回到公司的。另外，从今天起，公司严格下达规定，严禁办公室私聊八卦，更不允许办公室恋爱。这个月的绩效全部重审。吓死我了！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苏总刚才其实特别在意陈秘书？一听到陈秘书要回老家相亲结婚，他都急成什么样了？我来公司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苏总这么识态。有的，连禁止办公室恋爱这种死命令都当众砸下来了。依我看，苏总怕不是一直暗恋陈哥，自己还高傲嘴硬死不承认吧？苏总，陈秘书离职前，在公司的企业办公系统里提交了最后一份离职交接终结报告。刚才流程走完，系统已经自动抄放到了您的最高权限里，技术部把它打印出来。算他还有点良心，只要陈宇肯在报告里服软低头，主
主动承认他的任性离开，我就原谅他的不辞而别。回来了。苏青言，你可以不爱，但你凭什么践踏我的真心？我对你的爱不比你的低级。王叔，小姐，您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您的脸色怎么这么差？王叔，当初在酒窖里，陈宇和泽川到底是因为什么起的争执？那天陈秘书和林先生争执，是因为一本日记。后来林先生当场拿出打火机，直接把那本日记给烧掉了。那本日记现在在哪儿？那本日记直接被保洁当成垃圾清理走了，隔了这么久，应该是找不回来了。这女人是不是疯了？垃圾也去翻？2016年9月3号，晴。今天我见到了一个女孩，她穿着白裙子站在阳光下，那一刻，我的世界突然有了光，我好像对她一见钟情了。2016年10月13号，我拿着攒了2个月生活费买的项链，本想对她告白，可我看到了来接她的豪车。我这样一个连学费都要靠资助的穷小子，拿什么配得上耀眼的苏家大小姐？我只能把这份满腔爱意深埋进心底。2016年10月27号，她今天生理期，脸色很苍白。我提前泡好了红糖水，趁教室没人，悄悄放在了他的课桌上。看到他眉头舒展，我觉得一切都值了。我在内心下定决心，我要记下青言所有的生活习惯，哪怕只能以普通同学的身份，我也要好好照顾他。会喜欢吗？期待被我看见，期待被我放在心上。泽川，夜里凉，别着凉了。青言，就是他。原来一直以来，不是陈宇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陈宇，是我亲手践踏他的真心。亲手把最爱我的人推开，陈宇，求求你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回来。